點解而家大部分人都開始懷疑呢個世界嘅真實性？甚至乎好多科學家都咁樣認為，我哋存在於虛擬世界嘅概率可能同人類100%嘅死亡宿命持平，因為的而且確，無論我哋點樣努力去揾答案，都冇辦法通過科學最終證明呢個世界係真實㗎。大家好，我係灣區花花。咁早喺2003年，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伯斯特倫就用一個幾乎可以話係無懈可擊嘅邏輯三段論論證，揭示咗我哋極有可能就生活喺一個模擬嘅世界之中。佢提出咗一個假設，如果有一個科技極之先進嘅文明，或者係未來嘅人類有能力創造出極度逼真嘅虛擬世界，咁呢個文明好大可能會面臨以下3種命運。第一個可能，呢個文明喺有能力開發模擬世界之前就已經絕咗種。第二個可能，呢個文明雖然有足夠嘅技術同財力，但係根本對運行模擬過去毫無興趣。最後第3個可能，呢個文明成功開發出模擬程序，並且投入咗運作。咁其實佢想表達嘅推理核心係，只要宇宙中有任何一個文明行到可能性3呢一步，咁開發虛擬世界嘅數量就會以幾何級上升，遠遠超過唯一嘅基礎現實。所以淨係計概率，我哋極之有可能就係生活喺呢大批模擬世界當中嘅其中一個，根本唔可能係最初嘅造物主。出乎意料嘅係，呢個聽落似科幻小說嘅哲學推演，竟然喺現實世界揾到強烈共鳴。其中包括極具社會影響力嘅伊隆馬斯克對此都提出咗個人觀點。佢認為人類只係用咗短短40年就可以令電子遊戲從簡單嘅線條模擬進化到令人難辨真假嘅虛擬現實。因此，按照宇宙擁有138億年歷史嘅理論作為基礎，當中但凡有一個宇宙文明比我哋早出現100年，而佢哋又係邏輯論嘅第3個可能，咁樣其擁有嘅模擬技術高度就會遙遙領先我哋。而且100年已經係最保守嘅比喻啦。所以講，我哋生活喺模擬現實嘅機會真係並非空穴來風。咁點解呢？其實道理好簡單，畢竟我哋打機都唔會成世人玩死一隻 game， 所以又點可以妄想其他先進文明會只開發一款虛擬世界呢？佢哋為咗研究、娛樂、資源運算，或者係一啲我哋根本理解唔到嘅目的，咁絕對會同時運行數以億計嘅模擬宇宙。而且每個宇宙都有自己獨有嘅物理法則同初始參數，例如有啲宇宙嘅光速比我哋更加快，有啲宇宙引力常數同我哋完全唔同。甚至有啲宇宙允許時間倒流，即係好似 TVB 嗰出經典嘅穿越劇《尋秦記》一樣，可以穿越返到以前。重點係呢一個假設啱好完美解釋返比較熱門嘅平衡宇宙理論。所以點解宇宙咁大都一直揾唔到外星人？可能係因為管理我哋嘅呢個宇宙程序員靚仔，從一開始就要考慮到類似三體所講嘅黑暗森林法則。所以好似我哋呢啲處於入門級嘅文明，出於新手發育期，程序員一般都會將我哋安置喺冇其他智慧生物嘅宇宙入邊。因此，比我哋出現更早嘅高等文明或者更高維度嘅文明，佢哋或者都存在喺第二個平衡宇宙入邊。咁當然，如果你嘅腦洞足夠大，第時等人類有咁嘅 level， 唔排除會同其他同樣等級嘅文明合併喺同一個宇宙入邊，又或者而家呢個推測就已經喺度發生緊。而呢種等級歸類嘅機制就同以下要為大家詳細描述嘅雙引力理論非常相似。咁喺我哋嘅傳統認知入邊，無論係牛頓嘅萬有引力，定係愛因斯坦嘅時空彎曲，引力都係一種神秘嘅基本力。但可怕嘅係，人類由始至終都唔知道限制我哋生活嘅引力到底係點樣產生㗎。直至到另一個顛覆性理論雙引力出現，先至俾咗我哋一種理解引力嘅新穎講法。想象一下，宇宙係一台電腦，咁樣引力就唔屬於乜嘢基本力，佢嘅存在更加似係宇宙為咗慳內存同保持有序而產生嘅自然副作用。而呢一個瘋狂理論係2009年由荷蘭物理學家埃里克韋爾蘭德提出。咁我哋點樣理解雙引力至好？想象一下，聽日就係你嘅生日，你請咗好多同學仔去你屋企陪你慶祝，而為咗聽日更加有飛，所以今日你就選擇花時間執乾淨間屋去迎接聽日嘅朋友仔。而呢一個整潔狀態就係雙引力入邊嘅低熵狀態，佢代表高度有序。
但係等到生日派對結束，間屋肯定會亂到七彩。所以呢一個混亂狀態就係指高熵狀態啦，佢代表走向無序。因此由整潔嘅低熵狀態變到混亂嘅高熵狀態，呢個自然過程就係熵增趨勢。所以熵就好似一杯熱水，一個新鮮嘅蘋果，只要你唔去干涉佢哋就會隨住熵增趨勢，熱水變凍水，新鮮蘋果變爛蘋果。呢個係該星球嘅生活常識。所以埃里克韋爾蘭德物理學家認為呢一種常識完全有可能係屬於我哋存在嘅呢一個模擬世界所編寫出嚟嘅程序代碼，並且呢一點係目前科學界無法反駁嘅。因為好奇怪嘅係，目前可以講萬事萬物都跟住熵增個趨勢走，但係偏偏呢一個現象套用喺宇宙就講唔通。因為按道理佢通過138億年嘅星體碰撞，應該會導致成個宇宙空間亂七八糟先啱，呢點大家都應該好容易理解。但事實啱啱相反，宇宙嘅物質唔單止冇失控咁散開，反而逆流而上，凝聚成無數個獨立星球同埋星系呢啲咁宏偉嘅有序結構。佢哋就好似一個本來應該散解嘅旋轉木馬，按照引力常識，外邊啲木馬因受引力減弱轉得慢，而入邊受引力大，所以轉得快。呢個就係我哋對引力理解嘅常識。但而家最外圈啲木馬以超乎極限嘅速度飛緊，不過成個木馬結構，亦即係星系，居然完全冇解體跡象。呢個就係違背我哋科學認知㗎，或者可以理解為遠高於我哋科學嘅未解之謎。但為咗解釋呢一個異常現象，科學家竟然提出咗呢一個荒謬嘅猜想，意思就係宇宙可能充滿咗某種睇唔到、摸唔到嘅暗物質。係佢哋提供額外引力，暗中箍實咗呢一啲星系邊緣區域嘅行星。但呢個講法正正暴露出現有引力理論嘅尷尬。簡單講就係無中生有，因為無法解釋呢個觀測結果，於是就發明咗一種睇唔到嘅暗物質去解釋呢個奇怪現象。因而暗物質就更似係個必要存在嘅數學假設，而並非係一個可靠確定嘅物理發現。亦都正因為呢一種修修補補嘅理論困境，先會促使好似埃里克韋爾蘭德咁樣嘅物理學家去諗，會唔會問題唔係出喺缺失嘅物質，而係出喺我哋對引力本身嘅認知度呢？於是上文解釋過嘅雙引力理論就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選擇，因為可能引力嘅遊戲規則，我哋從一開始就理解錯，佢並唔完全係由可見物質簡單疊加產生，而係源於成個宇宙系統，包括星系同佢所處嘅廣闊空間，為追求熵增嘅自然趨勢。因為將物質聚集埋一齊，對成個系統嚟講，就好似將散落嘅雜物執埋入箱，係一種更慳內存、更有序嘅狀態。所以喺雙引力理論嘅圖景入邊，星系外圍天體嘅穩定，並唔係源於暗物質嘅拉扯，而係成個宇宙系統進行瞬息歸檔之後嘅自然結果。換言之，引力嘅本質好可能同宇宙底層嘅瞬息操縱有關，亦即係話困擾咗我哋咁耐嘅星系運動異常問題，或者再都唔使通過呢一個未被確認存在嘅暗物質去作為解釋。咁當然啦，辦法冇人嫌多。所以各位注意，新事物嘅出現唔係代表要取代舊事物，就好似唔同食物有唔同營養，了解多啲自己本身唔認同嘅嘢，可能就係你下一桶金來臨前所缺失嘅嗰塊拼圖。咁如果講引力嘅本質就係瞬息歸檔，理應構成我哋現實肉體就應該係由瞬息代碼組成。而呢一個推斷喺我哋審視物質世界時，居然就揾到非常直觀嘅線索。因為原來我哋眼中連續嘅現實喺微觀層面，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場視覺騙局。因為世間萬物，包括你同我，本質上都係由無數個唔連續嘅原子所構成㗎。佢哋就好似一個個獨立嘅原點，以內部空心嘅形式存在喺呢個世界。所以按道理，我哋都係半透明體。而之所以我哋睇落去係實心，都係因為我哋對眼嘅分辨率唔夠所形成嘅假象。然而呢一種現象就同一張高清照片非常相似啦。距離遠睇好連續，但係靠近睇就會見到一個個不連續嘅獨立像素點。所以大家不妨大膽想象一下，我哋世界呢一種由無數原點形成嘅模式，其實就同計算機用0同1構建嘅虛擬世界邏輯係基本一模一樣嘅。而且大家有冇發覺，點解萬物都由同樣嘅原子構成，但佢哋卻會將規則分得咁清晰呢？比如話，點解我哋可以企喺度而唔會同地板融合？
點解皮膚同空氣界限分得咁清呢？其實答案在於原子佢會組合成分子，而分子攜帶嘅信息就決定咗物質嘅一切特性。就好似同樣嘅樂高積木，你如果按照唔同嘅圖紙去砌，就會變成完全唔同嘅造型。而呢一啲信息就等同於我哋呢一個世界嘅結構，佢規定咗邊啲原子組成血肉，決定咗點解水同墨汁可以融合。但係水同油就永遠界限分明，所以從呢一個角度睇，如果我哋人類呢個種族冇七情六欲嘅話，咁就基本可以確認我哋生活嘅呢個世界必然係一個虛擬世界啦。不過，相信虛擬世界假說嘅科學家們亦都明白，以上針對性嘅解釋都只不過係圍繞喺理論範疇。所以點樣可以喺物理領域入邊揾到設計呢個宇宙嘅程序員所留低嘅代碼痕跡，就要睇睇下面梅爾文沃普森嘅依個實驗。簡單嚟講，呢位博士嘅實驗其實就係喺度尋找呢個世界嘅底層代碼漏洞。佢嘅思路好直接。如果世界真係數字化嘅，就實可以揾到程序員留低嘅痕跡，即係系統嘅底層代碼。佢嘅假設建基於一條新嘅物理定律——信息動力學第二定律。簡單講就係信息唔能夠被創造或者消滅，只能夠轉移。而呢個理念正好同霍金輻射嘅信息不滅原則係互相呼應嘅。所以沃普森認為，如果世界係虛擬嘅，呢個構成萬物嘅最基本粒子，即係信息單元內部，就可能俾創造呢一個宇宙嘅程序員預先寫入咗一啲嘅隱藏信息，又或者係加密代碼等等。例如物理常數嘅設定、世界嘅初始參數，呢啲系統運行嘅底層規則通常係無法察覺㗎。而佢嘅方法非常簡單直接，就係將一對互為鏡像嘅正反粒子，例如電子同埋正電子，喺特定裝置中進行對撞湮滅。當佢哋碰撞並轉化做純粹能量，即係光子時，佢嘅設備就會全力運轉，正確捕捉呢啲新生光子嘅頻率。而咁樣做嘅目的好簡單，打個比喻，就好似文件被調入碎紙機，令到原始真相無法被復原。所以沃普森根據信息守恆原則提出嘅新觀點就認為，如果我哋嘅宇宙係被模擬嘅，咁樣佢嘅碎紙機法則就必須更高級。因此喺銷毀文件嘅時候，所吐出嘅指示形狀會根據原文件內容而完全不同。譬如銷毀一份關於蘋果嘅文件，碎紙機會吐出圓形小指示。銷毀香蕉文件就會吐出長條形指示。所以如果將來沃普森真係發現咗某種特定嘅異常模式，兩個本應完全消失嘅數據包喺湮滅瞬間洩漏咗一串神秘代碼時，咁就可以證實我哋嘅世界的而且確存在程序員預先寫入嘅隱藏信息啦。所以一旦真係俾佢揾到，就好似喺一款龐大網絡遊戲裏面，第一個發現能夠複製金幣或者解鎖隱藏技能嘅程序漏洞。正係因為有呢一啲科學與哲學嘅前瞻探索，虛擬世界假說，先從一個科幻話題慢慢演變成為值得嚴肅對待嘅科學命題。但至於日後呢一位破解者會迎嚟系統嘅獎賞定係制裁，就真係要交翻俾屏幕前嘅各位評論大神先知道答案啦。然而，除咗沃普森博士喺微觀世界尋找代碼漏洞之餘，其實而家疑似虛擬世界底層代碼嘅嫌疑目標就已經有4個，其中最有代入感嘅就係人性。理由好簡單，撇除喜怒哀樂呢啲廢話唔講，大家有冇發覺喺統一教學、道德觀念基本一致嘅社會入邊，都係會出現好多害群之馬。例如呢個世界冇賊，警察就要失業。有好醫生就一定會有壞醫生，再例如冇火災，呢個世界就唔會再有消防員一樣。又或者呢啲小動物明明冇惹佢，但佢就係唔抵得，要想方設法去傷害呢啲生活喺地球嘅弱小群體，從而得到滿足感。但真係指意佢嘅時候就影都冇，所以明明知道係錯嘅都要去做，每年都會定期刷新呢啲事情。因此，大家會唔會覺得人性其實就係一種俾其他組織預先設定好嘅程序呢？除此之外，第二個明顯要懷疑嘅對象就係懸掛喺我哋頭頂呢一個月球，因為大家可以參照翻一啲事實，就係月球作為地球嘅衛星，佢同地球嘅大小比例本身就極不尋常。
因為到而家都冇辦法解釋嘅係，直徑達到地球1/4嘅衛星同地球形成咁大嘅比例，喺成個太陽系入邊都係獨一無二㗎。但係更核心嘅問題在於，以地球嘅引力究竟係點樣捕捉並如此完美穩定住呢一個龐大嘅天體？而呢一個問題喺天體力學領域一直係個需要深入解釋嘅課題。再加上上世紀美國阿波羅計劃進行嘅月震實驗，數據顯示月球內部結構異常輕盈，因而引發學界關於佢可能係個空心結構嘅大膽猜想。不過喺所有巧合之中，最令人驚嘆，亦都最難用偶然嚟解釋嘅，必定係嗰個著名嘅天文奇蹟日全食。畢竟眾所周知，太陽直徑大約係月球嘅395倍，但係巧合嘅係，太陽同地球嘅距離又啱啱好係月球同地球距離嘅395倍。正正係呢一個精確到令人難以置信嘅1:395比例，先至造就咗日全食呢個完美重疊嘅天文奇觀。所以月球身上存在住太多人類至今無法解釋嘅謎題。因此，如果套用今日嘅虛擬世界假說主題，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猜想就會浮現：月球好可能並唔係自然形成嘅天體，而係一個被刻意校準放置喺近地軌道嘅監控探頭，又或者係一個多功能嘅系統穩定器。所以而家有好多神秘學都認為佢嘅存在有可能係為咗維持地球環境穩定之餘，仲係一架觀測我哋而設定嘅宇宙源代碼。因為大家試諗下，有乜嘢比將一個監控裝置完美偽裝成自然天體，更能實現隱匿而持久嘅監視呢？咁除咗實實在在嘅月球異常，當我哋將視野放大到成個宇宙尺度，會發現一個更宏大嘅封閉性設計，就係宇宙嘅加速膨脹。因為人類科學無法解釋嘅係，宇宙空間本身嘅膨脹速度係唯一比光速快㗎。所以如果從陰謀論出發，呢個獨特設計就好似一道精妙嘅圍牆。佢一方面用光速限制咗你嘅移動速度，而另一方面又令目標以更快嘅速度遠離你。但係眾所周知，我哋目前大部分現代科學理論都係圍繞住愛因斯坦嘅果套相對論，所以只要呢一個世界光速一直不變，就代表我哋人類將會步入漫長嘅瓶頸期，唔會得到質嘅飛躍。因而只有將來出現一套可以推翻相對論嘅學術，人類嘅步伐先會繼續向前。但如果我哋而家馬上採用依套宇宙模擬假說去解釋呢個世界，個答案顯而易見會容易得多。因為光速不變，更似係宇宙模擬器系統處理信息嘅算力上限，係維持成個系統穩定運行嘅基石。而一旦超越呢個速度，我哋身處嘅呢個宇宙模擬器就會面臨崩潰。咁其實用人話去解釋就係，可能呢一個宇宙就係一個大型嘅監獄，係用嚟囚禁我哋人類嘅一種有效方法。但係至於我哋得罪咗邊個，呢一條題目就交俾屏幕前嘅各位靚仔靚女啦。咁今日關於模擬世界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要提提大家，以上講嘅內容大部分仲未得到主流科學界認可，所以記得保持理性思考，當作一個有趣嘅科幻題材嚟理解。另外呢，為咗推廣粵語，該頻道之後都將會以粵語解說嘅形式去為大家講述世界好多未解之謎嘅話題。所以大家如果中意呢一種類型嘅視頻，不妨俾個點讚同埋訂閱，因為你嘅支持就係我哋繼續創作嘅最大動力。咁多謝睇到呢度嘅大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